传统电脑长站检查解析度为2K 到4K， 若是病灶伤小，可能就无法度被找出来。安南病院特别引进1024切全景宝石电脑长站仪器，8K 超悬解析，甚至连0.1公分的病灶拢看会到，而且不只看了更加清楚，超低辐射量也让患者更加安全。其他的电脑断层，就算是256切，它常常是什么？要切4片，4次以后再合成。大家都玩过拼图嘛？如果没拼好或溜着嘞，就影像就怪怪的。那万一病灶刚好在那边，所以呢，这个变成非常后置处理非常简单，而且很精确。那第三个，因为你打得很快，所以呢，你的辐射剂量变少，你对肾脏功能的影响会更少。所以我想这台仪器对安南医院是一个非常大里程碑。请揭幕。启用典礼一天，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也特别代表市长黄伟哲前来甲舞，并感谢林胜哲院长过去伫担任台南市卫生局长以及安南病院长时，拢一直咧守护市民的健康。林院长不管是在市政府担任我们院长的时期，跟现在担任我们安南医院院长的这个时间，对咱台南市实在都真有真大的贡献，尤其是伫医疗是伊的专业。安南医院是咱伫安南区内底上大的这个医疗中心。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的这个老人的部分咱已经专期全市大概已经有将近快要33万人的老人。那从这些疾病的部分来看，当然心脏啦，还是咱的这个高血压，都是我们比较危险的这个死因，那也占了全国第2名。所以也非常谢谢安南医院在这方面的思考，可以跟我们市政府作为市立医院的这个委外的部分可以有更长足的进步，来帮助我们的市民。安南病院表示，这台新型的电脑长站在诊断早期肺炎方面相当有优势。会当侦测到0.1到0.3公分大小病灶，因此对着早期肺炎筛检真有帮助。加上辐射量非常的低，会当大幅减少民众接受筛检疑虑。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